伫咧这个专辑来对，我发现说哈，你的这个整个造型变成比较现代了哈，是不是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哈？就不太一样，利落多了，你知道吗？对对对，就是也剪了短发，然后想要呈现另外一种不同的造型。你干嘛厉爱短发的你吗？我喜欢，这才是我的个性。对啊，那很多女生都说没有留过长发都不知道说那种妩媚妖娇的感觉哈。可是当过妈妈都喜欢有利落的感觉哈。大刚为的洗头，其实是不爱洗头，没有就会觉得说，因为本身我就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个人，那留着长发又觉得，你说气质也没气质，那就给他走个性一路到底吧。黑你讲的哈，那就我讲。有了气质还是有了，是不同的味道了。谢谢。不过我说这种利落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尤其是今麦现代都行，我跟妈公真的有一些都会的一些歌曲在你的那个音质里面你声音里面有一种沙哑中带点那种个性，你知道吗？那干脆一点的对，我们来听起来的话，会觉得还蛮有味道的哈。来，介绍几首歌好不好？介绍这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梦月圆》。梦月圆啊。是。我那会记以前播的是有一个盼梦圆盼梦圆，盼月圆，盼梦圆，盼梦圆梦。盼梦圆，你回去可以搜寻一下。我去搜寻一下。的阿len唱的阿伦在南部也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我的表情让你误解了吗？因为我在想说，阿令是唱歌那个阿令吗？不是阿len阿len轮子的轮，阿len老师，对，阿len老师是老师的好，没关系的，阿len我们今天有帮你打到歌了但是不会放上烈歌梦月圆对，来，谢谢你的新歌。爱若是一份甜，感情免欢喜。梦也三冬梦月圆，有情人的身边有我就有你，无情的人不免孤单。世间哪会如你，想要爱只有一份情，不通搁再用着甜言蜜语戆戆骗着伊。世间哪会如你，只有真情真爱一颗心，等待你盼月是一份痴，痴情无意义，梦也三冬无月圆。有情人的身边，牵伊来做阵，无情放你孤单忧情。世间哪会如你，想要爱只有一份情，不通搁再用着甜言蜜语戆戆骗着伊。真情真爱一颗心，等待你盼月是一份甜，感情免欢喜，梦也三冬梦月圆。有情人的身边有我就有你，无情的人不免孤单。世间哪会如你，想要爱只有一份情，不通搁再用着甜言蜜语戆戆骗着伊。真情真爱一颗心，等待你盼月圆。世间哪会如你，想要爱只有一份情，不通搁再用着甜言蜜语戆戆骗着伊。世间哪会
为你等待，就是唔放弃希望。一个感动人的真实故事，谢怡君，我爱等待你。相信你会搁等来，我会等待你，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我若生命到这时，谢怡君头一张专辑《我爱等待你》。豪记唱片，好记哦。今日的宾客边啊，都是好久不见，应该是说我们好像只见过一次，因为他刚刚在想，我也想，然后我们俩同时在想说，当时见过哈，应该是抄的东西来做宣传，还是他来录什么东西的时候，应该是对，觉得宾客哥很面熟然后就这样子看过去哈，但是对我来讲哈，我的认识你最多的就是每一次在那边期待，你知道吗？因为你那时候你应该是属于话题人物啦，都是讲抄那东西跟立个这个陈水义的那个 PK 的那个片段有没有开始做他的节目的宣传？对，有没有剪在广告里面哈？那大家就开始一直看，你有没有发现说，从人家不认识谢怡君这3个字哈，开始变成认识你了，然后认识你的脸，然后你开始走在路上啦、登起啦、坐车啦，开始拢生活改变哈？基本上没这困扰。没改变。为什么？没有啦，应该是说，那时候虽然有比赛，不过我中途其实都没有再出来唱了。对，所以是一直专心比赛。我专心比赛，但是后来就没有再唱了。对，那现在就是公司又觉得我的声音比较特别，就帮我发了这个个人的专辑。那你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讲到说，你跟老公不是会去做一些晚会啦、活动？对，那是最近。对，就等于是有合唱了以后又再开始。对。所以我一直按在讲起来，这个比赛歌手实在是不了可怜的哈。对啊，就是你比赛完了之后，其实就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了，大家都一样啊。对。可是那个时候很旺的时候哈，实在是。真的会，因为那时候就是自己会觉得红了哈，就是要高拐啊，也不会觉得红，可能因为我本人跟电视有很大的差距，就是本人其实一直是很美丽，有没有？然后电视就是很气质啊，就让人家无从选择。宾哥哥正常一点。我本来最喜欢金熊但是您公司那派姐姐。好，所以谢怡君那个时候，其实对你来说，你把他看得还蛮淡的哈，你没有觉得自己很得到一些掌声啊？不是说骄傲了，只是有成就感一块来干嘛？因为其实还好，我就是那种你给我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止住啊。因为你知道人是贪心的，我当然不希望自己是一直很想要什么东西。但是当我不想要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很好，他给了我更多的东西。不想要的时候反而来了。对，真的。你怎么看待陈水义呢？你会希望他越红越好吗？我会希望他越红越好，因为毕竟男生女生不一样，我的专注点还是在家庭上。对啊。而且台语歌讲真的，查甫会算唱较久。对啊。你有感觉吗？就是我只好去主持到70岁了，所以我的出路就只剩这样。你有在做主持啊？没有啦，就是因为宾狗跟你讲陈水义嘛，我就硬要挤出一些话。好，挤一下啊！水义对这张专辑他有什么批评有没有？他很喜欢批评你啊。对他，其实对我这张专辑，他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啊？怎么说？因为我有唱片公司全力的支持，对，然后也有很多媒体人的加持，等于是，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怎么讲，他一直很支持我这张唱片啊，虽然他一直不帮我分享，陈水义记得帮我分享哦。他为什么不帮你分享？因为他觉得我比他红了吧？你也知道一些像陈水义的老艺人，他都很喜欢欺负新人之类的，他都不帮我分享。我待会一定要开门，看他到底有没有陪你过来。后来其实不变了哈，我算团来的后啊哈。不过今天我们 focus 还是在你的专辑里面，对不对哈？这张专辑给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除了你觉得很爽啊，然后好不容易出了一张专辑啊，然后这么多词曲的创作者可以帮你写这些好歌，对，还有什么？我觉得对于一个从小就梦想要当歌星的人来讲，唱一首能够感动自己的歌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我唱了多少歌，对，而且是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歌，哇，感动自己的歌。常常去点歌不哈，在点别人歌，唱的也很过瘾嘛哈。对。但是如果突然间看到那个荧幕上出现谢怡君3个字哈，对，哇，感觉不一样了。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吗？啊，我也在上面哦，哈，然后发现说好多人来点这个外单台历哈，对，哇，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棒。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那当然我知道，活动还不少哈，最近就陆陆续续哈。好，那我们期待这些活动哈，想要看谢怡君的朋友哈，或者你在现场期待也看到这个陈水义的朋友，那千万不用在他的现场期待。现在一个要顾家，对不对？一个出来宣传，那你宣传完毕换他去宣传，你再来顾家。没有，就是家也不要了。没有啦，家人很支持我。是，对，这一段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说到家人，因为你是给鬼嘛，对，你那所在嘛是有这里打给打光哈，对，对不对？他们都支持你唱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你知道吗？就是陈水义他先唱歌当歌星，对，那你也知道家里出了一个歌星，那再出第二个，就是婆婆是必须支持哦，对，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对，那是你兴趣都不一定啊，那结局可能就不太一样。对啊，好了，不管怎么样的结局哈。